3000蚊，你冇聽錯啊，係每個月3000蚊就可以喺惠陽高鐵站附近買到一套900尺嘅3房2廳1衛嘅單位。咁呢個位置呢，佢嘅商業配套都非常之完善嘅喎。我哋而家就上去單位度睇下。喺大灣呢一度，港人入住率超過20%，只需要3000零蚊就可以攞到一套900尺嘅3房2廳1衛嘅。我哋入到嚟呢個單位呢，佢而家只需要3000蚊啫。咁我哋入返嚟房間裏邊3間房，首先睇到嘅係洗手間部分啦，3段式嘅乾濕分離，全部安排妥當俾你。另外2間房呢，細細間，你如果做衣帽間啊、BB 房都係足夠嘅。好，嚟到主人房部分啦，裏邊嘅衣櫃啊、1.8米嘅床、大飄窗，全部都係幫佢安排妥當噶啦。OK， 睇完呢套900尺嘅單位啦，我哋而家講翻個周邊嘅交通，佢2公里就去到惠陽高鐵站。喺高鐵站嗰度咧，60分鐘啊，就去到香港西九龍噶啦，30分鐘就去到深圳北，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。樓下都有巴士直達嘅，如果唔想坐巴士，搭10蚊雞嘅網約車啊，都可以去到。OK， 我哋嘅呢套單位睇晒啦，有冇興趣？有嘅記得 follow 支持我啦。最後記得 like 同埋subscribe 埋 channel， 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subscribe 埋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